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新北市一个爸爸，查某囝因为袂负坐校车，只好家己驶车载查囝去学校，想袂到半路啊，无小心甲其他的车来相压，双方就伫路边来等警察。结果这个爸爸是愈等火愈大，愈想是愈生气，规个性地全举起来，直接甲后座的查囝连拖带扭，强行甲扭出来车门外，甲害出去，佮甲伊的册牌啊寄出去大路顶。这个查囝是当场大哭骂吼，新北市社会局已经介入调查。头前这台车有拍倒滑的方向灯，两台车相压了，停伫外车道。这个查甫人压落去，唔知要摕什么物件，结果是直接将伊坐伫后座的查某囝呢拖出车门外，甚至将伊的物件拢等伫车路顶。我看到的是，我想说什么第一类点，我走出去看的，对，然后他就是有那个打姐，为什么？对，而且就在哭，他好像还踹他嘛。有够大声，附近的民众拢走出来看。昨早起7点外，这个做查某囝因为袂负坐校车，惊讲会迟到，就改由因老爸驶车载去上课。因过想要到半路，甲另外一台轿车相压，两个车主伫路边等警察来处理。因过这个老爸可能是性地控制袂调，若将查某囝拖出车外，佮将车顶两骹卡网，佮一寡物件拢弹出车外。是正值交通的尖峰时刻，没想到这名父亲就直接在路边这样呵斥孩子。那现在社会局也要介入调查。我会评估现场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行为，跟对他的子女，我会评估这样的一个风险，然后就会依这个儿少权法的部分来要求这个家长强制性的先上一个亲子教育的课程。新北社会局表示讲，依照儿少法第49条的规定，任何人对着儿童甲少年拢袂使出现身心苦毒情形，即卖徛伫囡仔立场，通知大人了解这个代志的真相，袂使有大人掠囡仔出水。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